新国会伫2月成立，大家除了关心新政治，事实上也有真侪新的成员伫新一届开机进前，带乡亲来认捌一寡大家较青分的立委。今仔日先来看民进党不分区立委名单排第3的张雅玲，伊过去是兴华特色公园一个民间团体理事长，长期以来伫咧争取囡仔耍的权利。另外，伊伫咧厝内也是含囡仔讲台语的，是母语家庭的妈妈。伊入去国会，希望起公园就爱听囡仔的意見，也希望透過立法伫行政院成立台語委員會。囡仔八悬八低，这种真有挑战性的特色公园，全台只有6座。新任的民进党不分区立委张雅玲，过去是兴华特色公园 NGO 理事长，注心伫咧争取囡仔耍的权利。若要互囡仔耍了欢喜，张雅玲除了希望推动每个县市一个挑战性公园，伊也真要以囡仔参与讨论的权利。培养说话表达能力，拢是真正需要练习的，所以迄当时就甲政府在争取讲，会使做儿童参与式设计，吼，就是你咧去公园啊的时阵，因为伊是上重要的使用者嘛，所以互伊来发表家己的意见，吼，啊大家来听看卖伊的想法是啥。讲台语真欢喜，耶！甲台语团体合作，用台语念故事，互母语家庭的囡仔听，斗阵推广台语。张雅玲发现台语流失状况严重，伫厝内伊也是参囡仔讲台语的母语家庭。未来进入国会，张雅玲上希望会当透过立法推动台语委员会。亲像你讲 KE 有客委会，哈，原住民嘛有原民会，因遐有就这资源课程哦，会使互民间有兴趣的人会使去上。啊，不过台语敢若较少，都是民间啊家己做，啊想讲会使入去争取较侪的这个资源。为街头演讲体制外的 NGO 加入通推销法案体制内的立法院，不管伫什么款的场所，张雅玲无变的事，拢是为囡仔咧拍拼。伊希望家己加入国会，通互少年人感觉有希望，让愈侪人愿意投入公共领域。因为台湾的政治环境爱好，囡仔一言才会有希望。记者郭宝君、张随台北报道。